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大家共同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非常的感谢大家哈。大家都会知道，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不同行业，各有不同的语言、语言、文字、文意，同时歌曲词的用法也有不同。所以研究客家白话语同白话文啊，要有法度。成都、中国图等三图加把行类啊，将有法度研究好些，尤其客家语言组合啊，在教学上啊，非常的重要安尼哈。同时，敬请各位乡亲大家，将那个录音多听的注解多看，本文多读啊，客家语、客家文自然就会。通顺流利，同时承接上客家优美的语言，这点呢，请大家多多来加强注意。今日呢，同大家来讲先提出讲啊，一个客家语言体系上嘅语言啊，有一个得到得同在世各有不言，这个得到得啊，就是副词。副词的前面呢，一定是加那个形容词同动词。经常讲啊，谈的多，描绘多，看的得啊，也就是讲啊，得到的得呢，有为了也没能个别个人，天呢就是在字啊，在世啊，这前面是加名词，或者动词、动词，经常讲啊，金诶、牛诶、咪诶、溜诶安尼。但是古书强呢是用以，所以一个闽南强嘅为了嘅咩呢嘅别呢，古书嘅呢就变成为了以咪呢嘅比一个音安尼。但是现实教育普通学会费啊，联营嘅体系上有 A 韵母嘅联营式，亦可以多用本音 A 一个音，假使用一个音呢，会促成了俺人那个声音的讲法咯，结实音会出现安尼哈。同时希望各位乡亲，联音是个 A 音，就古书嘅意义嘛，一上到四上都要用实体字。这种实体字呢，就是望文生义，看得到是就第二个意思啊。同时还有联音，联音呢是由上母、韵母三条结合起来的。但是现教育普同学会系都采用本音式，这种本音式呢，就是只有 A 音的 A 音，所以讲这一点呢，客家的语言呢会产生到结实的。严重的事情显示他嘅语言还有上母加上韵母嘅磨合度，所以对于客家语教学嘅先生，小至大家话，我哋注意到一点哈，一点。后来我哋又来读一个本文，回顾复习波图97篇，客家双入用语绘画题部分。ที่668团ที่3课错一个量饭店啊，量饭店啊，课文一时一语，一个录音同慢慢的读本大家来谈啊。第3课错量饭店本文中人物阿曲、阿兰。點人甲同人阿三百美安尼哈，阿橋就講時代進步，社會變遷，連買賣嘅雜貨店都變啦，成量販店，過去嘅雜貨店掠下沙錢唔到位。都市也好，鄉下也好，一來都係有乜嘅按度量販店啊，量販店安尼，咱就講阿叫
啊，啊嘅连音字，不点的咩，不点的咩，这个吹个金摇头，金脱炭马鸡啊，马鸡啊，阿曲讲啊，爱讲啊，过去的杂货店一件又一件呢数起来嘅，大量的量贩店一耐都系同7-11啊，人就讲啊，嘿哦，我人穷下来去，做量贩店，老了，做量贩店老了，看东西货色好嘛，就讲好哇，好哇，甲土甲手甲土甲路来去，长远路嗰件货色多，有搭好天差，有搭好天差，人就讲都会哦，都会哦，我哋入来去，我哋入来去，个点人都夹不讲啊，两位小姐，欢迎光临，请问5点去参观也系买哪一方面嘅东西，哪一方面嘅东西，就讲，我哋去参观天气用品。去参观天气用品，点眼夹就讲啊，二楼全部都系天气用品，请上2楼，2、3、4嘅2楼，人就讲啊，哇，都那个叹号，哇，我生活住多近，都唔是看过安太间。按照货色的店面呢，按太监按照货色的店面呢，就讲啊，迄个，咁么买嘅我按到量贩，那个贩卖东西卖嘛，卖嘅量贩店喏，不但货色多。假使有搭比其他的店面高少，唔看贴出来嘅票价比一般商店少论半，真像批发价样嘅呢，亲像批发价样嘅呢，卖几来去卖，都有法条喎。都有法条喎，点样就讲啊，小姐，5点2爱买乜嘅啊？5点2爱买乜嘅啊？爱同5点说明服务好嘛？服务好嘛？人就讲啊，当好。我想买一个天屋嘅，我想爱买一个天屋嘅，才奈呀。点样也就讲，来，3得来表示个欢迎嘅意思哈，来同一个同来，意思冇相同啊哈，3得来，挨带5点来去看，唔看全部都睇压力，全部都睇压力，人就讲服饰用品用会按到啊。服饰用品用会按到啊！一只6人份呢，1多钱呐？点样就讲，小嘅，一只人2400元呢，2400元呢，人讲做得算过少。做得算过少嘅18位毛，做得算过少18位毛，叫做个好嘛。量贩店咁有人可假使嘅
量贩店敢有人靠家私的下，限老开的呀，限老开的呢，限老开的呢，啊，咱讲，嘿哦，嘿哦，我是毋是来过啊，我是毋是来过啊，我内地呀，好啦，秋周家买一扎，秋周家是买一扎。點樣樣？來，小姐，聽我來去開台結帳，一共2400元，一共2400元，一張發票本5，一張發票本5。阿舅講啊，阿蘭，人家拿發票本5，唔用去到位，隨機外咯。唔用幾多嘅，隨個外咯，啊，咱就講，哎喲，真老開嘅，好多話轉過來嘅嚇，哎真老開嘅，哎真老氣嘅，關於老氣嚇，哎係安全出來出假嘢，哎安全出來出假嘢，哎冇得按多錢，又冇得提款卡，阿 Q， 喏，阿 Q 講啊，我有咩相同？順豐搶帶幾百元呢？順豐搶帶幾百元呢？我冇得按多錢，我冇得按多喎，我冇得按多喎，哦，多我鹽係會用我。對，攤號用第三啥？俺冇得按到喎，俺那就講，你下是後尾呐，你下是後尾呐，安樣嘅呀，安樣嘅呀，啊，叫做講啊，唔看，阿蘭，唔看，頭前嘅係300枚，係嘛？頭前嘅係300枚，係嘛？300枚講，按拄好，唔等兩啥又來咩？唔等兩啥又來咩？啊，咱講300枚，過來呀！我同講，幾隻阿曲嘛也好，幾隻阿曲嘛也。阿曲嘛話好，冇得按多錢，有得按太淡，買嘢一隻天鑊嘅，你下錢唔拉喎，唔順豐有2000元嘛，先轉加一下位，係冇會掉高位呢？會掉高位。300枚按拄好，我買東西買嘢存2000元，加圖唔先拿去用，啊，咱講300枚，我轉價2000元啦，2000元啦，來，拿去減錢付賬，啊，叫做個阿妹，哎呦，根本嘅好菜300枚，咁麼真正會掉高嘅，哦，也好多話轉過來嘅，會掉高嘅，300枚，歸來去隨時15000下，歸來去隨時會15000下，啊，咱個按住嘅。窮快歸來去煮飯，300枚是料，漲來了下，俺那2貴嘅。好，各位小姐再看本文學語實驗注解，第一，愛的嘆詞，有嘆詞呢，通常有4個音，愛，各嘅3條不同嘅含義，意思就冇相同哦，所以
感叹词同状声词相同，有四三个时节啦，音模相同哈。那个听音，俩下就是现在，爱就是我，三千唔到，且找不到，错就是七打七错的错，无目的的漫游，行来行去啊，一内都是到处都是，很多就是很名诶，很多乜嘅有什么乜嘅，不点的美，不点的美啊，不点的美的发疯了吗？啊，金头叹啊，一直叹息。垂盖就在那里，穷下就一同，穷下一同，这就老了就边走边看完啊，家徒就拿酒那么酒啊，家徒用哎啊，第四，唔等就是你们，唔等就你们，嘿哟就是啊，是啊，哦嘿哟哦嘿爱。迄爱啊，感冒嘛给我很多，很多，那个那怎么会齐名啊？第12假使就价格，有答是而且的意思，有答是而且，削论班，便宜将近一半啊，第14。样诶就是一样，样诶啊就是一样的，样诶就怎么样的啊，样诶一样的啊，样诶一样的哈，样诶划头就是划算，两啥就两位，乜嘅呀，就乜嘅呀，什么呀啊什么啊啊，食品当好就相当好。天国嘅就是电锅，熟嘅，一个是嘅种地学会同那个高普啊用载字是不对的，有参考的余地啊哈，地前面是形容词、动词，它是副词，很便宜，熟嘅很便宜啊，一个18位一点点。18位一点点，口价就讨价还价，口价，听意思，后嘛，就女性之间的昵称啊，后嘛，谁来这个后哥，谁来个后哥，意思为老亏就河洛话转过来的哈，漏气，外来语的河洛话啊，听意思你听就跟着我来，听来了啊，祈祷就站着。祈祷就是站着怎么样？祈祷同祈祷啊，这个意思不一样啊哈。第23嘅愛啊，愛有很多嗲啊，書到愛的直接變成了笨的啊，愛有很多嗲啊，24安算就打算，後尾呢就糟糕了。第25，樣要怎麼樣？26，頭前呢？前面的頭前呢？27，暗度好，這麼巧。28，唔拉。28，唔拉就是不過。阿妹哎喲就嘆號啊，嚴重的嘆詞啊，好壞。都可以按嚟講，用一特殊話，阿妹哎喲用口灣過苦惱，阿妹哎喲用按茶吧，好壞都可以，嘆詞都可以用。30，按住嘅時候不早了，當煮飯就中午的飯，張來了，再見互相約嚟家中坐安啦嗬。各位同學，再來看那個大下嘅一個圖畫哈。商業經營嚴謹，這個進化的長途用的。另外呢，大家可以相當參考做生意、做經營的時間啊。現在新光3月呢，
老二主义、老二主义啊，也就会讲啊，由远东百货公司新光三越啊，就天然的需要，一个就是新光三越的老二主义，做生意也可以采取。但係呢，就是講啊，量販店嘅流動攤販小小生意養做工，各位鄉親大家記得一句話嚇。小小生意養做工。第三，由流動攤販變成了一個雜貨店。雜貨店呢，就薄利多銷，賺大錢。薄利多銷，賺大錢嚇。時代嘅變化冇相同。後來呢，就變成了7-11啊，大量嘅批發，理想就過多。再過來呢，量販店，大量嘅囤貨，成本都大。直接向工廠來囤貨啊，3年以後呢，等佢結帳，做生意唔是分錢用嘅嚇。好，再大下呢，一個聯營式語言嘅種類。商務同業務嘅結合啊，一點非常嘅重要嚇。底下嘅話為我，老嘅時間呢，拉嚟老，嘢時間呢，也有，M 嘅時間呢，馬咩麼等一共有27音，各有4種上調，T 上、T 上、T 3上、T 4上，一共有108音。一到音調呢，都係客家嘅語言，客家嘅語言。所以做客家語教學嘅，唔一定係熟絡。客家語能夠順暢流利，我哋慢慢嘅讀一遍，俾大家聽。一個語言嘅有數片嘅 R、A、O。但是個 A 呢是實體字，個數是1哦，嚇，我也還數下個是 A， 哦 ，V 嘅時間，乜嘅時間我用 V 嘅時間呢，讀到U、R、O 嘅時候 V， 哦，所以就講V 同 R 同個哇、喂、喔，哦，哇、喂、喔 ，L 嘅時間呢 T， 嚇 ，T 嘅時間呢變成啦、咧。老拉嚟老，E 嘅時間呢，IEA 嘅時間啦，有冇為因 IEA 哪裡當商務嘅時間呢？變成也有，M 嘅時間呢，唔係音哪裡當聲母嘅時間變成麼個音，A 嘅就變成了媽、咩、麼，N 嘅時間呢，唔係音。哪裡當聲母就變成呢，變成那、呢、喏，那、呢、喏。NG 嘅音呢，讀到 ang and on 嘅時間啦。一個有冇音 ang and on 嘅時間 ，NG 呢，哪裡當聲母嘅時候就變成我嘅音，R、A、O 時間咯，呀、嘅、我，呀、嘅、我啊呢。K 嘅音嘅時間呢，讀到。就當聲母嘅時間就變成那個加嘅個，加嘅個。B 嘅時間呢，P 哪裡當聲母嘅時間啦，就變成八百波。讀到第四嘅時間啦，讀本音 ，R 讀 R，A 讀 A， 一個嚇。所以頭先所講嘅，我再讀一遍，那個第一個話為我，第二。啦、咧、咯，第三呀、也、有，第四 M 嘛、咩、麼，第五那、呢、喏，第六 NG 啊 ，NG 唔係錄聲字哦，大家注意下，就變成呀、嘅、我。第七個嘅時間呢，加、嘅、個。第八嘅 B 嘅時間 ，P 嘅時間變成800波，一共有24隻字，23那個8隻是324，在後尾嘅單音字，個數強是冇嚇，個數強冇。剛是喺個數強嘅時間，這個E嘅時間呢，這個
cái用vi vi li y mi ni nghi ki bi cái yếm vi li y mi ni ki bi cái yếm là cổ số强cái yếm再看大下，一个客家语组合教学噶，也必定的字的，咬字用语音那会分明也有100空白音也全部都是客家音客家音，所以连音诗第3地都里个声母加上韵母结合个语音嘛，客家诗音语音地都里声母同韵母结合个语音。上面就講哇喂喎、啦咧咯、呀耶喲、嘛咩麼等27音，再加上各有4音，100空白音，所以一條呢都是客家嘅語音，聽起來親像大悲咒嗰種文化啊但是讀到字詞詩嘅時間呢，就要用 RAO， 一個聲母一個聲母一个那个母音母音，俺呢中文是个用有语母音所以注音用英文来做拼音，做汉语拼音，也他都讲客家拼音，所以母音日本话有 R E U E O， 英文呢有 A E I O U， 翻译呢有相同R E U E O有一個音，其中一個 E 同 U 同華語冇相同嘅一點呢，大家要非常嘅注意。E 呢，客家話用客語用嘅 V 用 V U， U 呢唔係尖對 U 華語是用尖對 U，E 呢是用華語用鬆氣嘅 E 客家話呢冇鬆氣嘅 E 所以一共有43個，唔係 E 同 U 冇到 E U 一個音所以做成呢客家話語讀到 E U， 講話嘅時間呢就遠一條話語呢佢冇清楚，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多多嚟注意一點所以一個語音咁樣嚟讀注意，一個頭頭所講嘅第3個呢，假設一個為了也咩呢嘅俾個母音變成一個語音來源嘅時候，咁樣嘅嚟做一個可以看一個錄音對照55分41秒嘅寫個個詳細，希望各位鄉親嚟多多嘅參考。另外呢，同大家提到講客家嘅山歌字平板小調同一個山歌嘅唱法。語言用連音，一個連音山歌是只有客家人有山歌嘅，山歌啲都係個連音，因為連音是世上看得有一種優美嘅語言文化，所以嗰種人譬如用連音嘅時間呢，就用溜一個音是希望我哋客家嘅優美嘅語言文化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多多用心來了解一個問題最後呢，河洛話呢，第3同第2同客家嘅聲母韻母是相同正正O A 一個 O A O A 一個第3同第4一個也叫 R 音正正牛我哋個牛他們用 R 當一個聲母，所以希望各位鄉親，河洛話也有連音，一個 R 音呢，一個我哋就用 A 音，一個韻母，所以大家記得講客家白話語文是用有兩，連音是用兩，英文呢看得出連音是冇相同一點呢，連音是可以講的客家白話語文地都係非常重要嘅一點。以上呢，承蒙大家感謝你，再見。承蒙按知識有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
傳承客文化。